大家好，今日我哋會用輸入指令，透過驅動模組來控制雙輪機器人嘅行駛方向同距離。首先喺麵包板上，我哋擺馬達驅動晶片，放喺 C1 至 C8、G1 至 G8，跟住就係駁線 A1 駁去 Arduino 嘅 VIN 腳位，A2 駁去麵包板最側邊嘅正極槽，A3 駁去麵包板最側邊嘅負極槽，A4 駁去直流馬達嘅紅色線。A5 駁去直流馬達嘅黑色線，A6 駁去第二個直流馬達嘅紅色線，A7 駁去第二個直流馬達嘅黑色線，J1 駁去 Arduino 嘅 D11腳位，J2 駁去 Arduino 嘅 D12腳位，J3 駁去 Arduino 嘅 D13腳位，J4 駁去麵包板最側邊嘅正極槽，J5 駁去 Arduino 嘅 D8腳位，J6 駁去 Arduino 嘅 D9腳位，J7 駁去 Arduino 嘅 D10腳位，跟住喺開關。放喺 F25、F26、F27之後，I26駁去麵包板最側邊嘅負極槽，I27駁去 Arduino 嘅 D7腳位。最後我哋駁電完，麵包板最側邊嘅正極槽駁去 Arduino 嘅5副腳位，麵包板最側邊嘅負極槽駁去 Arduino 嘅 G&D 腳位，麵包板最左邊嘅正極槽駁去麵包板最右邊嘅正極槽，麵包板最左邊嘅負極槽駁去麵包板最右邊嘅負極槽。喺呢段 code 入面，我哋定義咗馬達嘅控制腳位同開關腳位。喺 Loop 主程式入面，系統會讀取輸入嘅速度數值，並透過自定函數控制馬達，借由設定 AI1 同 AIE 嘅高低電位來決定馬達轉向，同時透過寫入 PWM 信號至 PWMA 來控制馬達轉速。使用馬達驅動模組控制馬達就係咁簡單。大家快啲跟住試下啦！